听力损失唔但是健康的问题，更可能会影响到个人的心理、社交，甲生活的品质。对此，天籁列车的执行长，同时嘛是远见大和直航公司的执行长吴志贤，伫个5档前就发起天籁列车的主线活动。5年来，关注国内外超过100万台的助听器。20号上午再次来到台南，结合国际扶轮3470地区，要来帮助вн甲南地区有需要的民众。首先，这是要非常感谢我们3470地区总监阿龙这一个努力的争取。那也他提出了非常多可行的方案。那希望借由我们的扶轮社友，在各社区里面推动天籁列车听力服务的相关的公益活动，来帮助我们在社区里面的民众。在 WHO 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这个听障算是一个疾病，所以这个也符合我们国际扶轮基金会的7大领域焦点的其中一项疾病预防。疾病预防，所以这个活动呢，真的可以来跟我们扶轮来做一个连结，做一个连结，而且我们吴总裁的这个无私奉献我相信他对于我们整个连结，可以对我们扶轮的一个帮助是一个非常大的。现场出席的包括市府社会局主秘陈雅芬、议员陈怡丁，甲伫立委嘉良界服务处的执行长童小云拢出席，肯定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今天就是代表我们黄伟哲市长以及我们社会局的卢宇聪局长来出席今天的这场盛会。那这个刚刚呢我们的执行长有说呢，5年前是由台南出发，那今天也这一场的活动也巡回来到我们台南。那其实我们这个地点呢，真的也是非常具有意义，因为这个地点离我们的火车站前是非常近的。那非常的感谢。另外，艺人唐崇盛嘛，以着家己的亲人配挂助听器的经验，加入远见天籁列车的主线计划，并且签署代言，为活动来宣传。我希望能够让这个事情更推广，因为这个吴董说，这个活动在推广的时候，有些人长辈是不敢来申办这个助听器的，因为怕是诈骗集团。还有因为我们这个扶轮社的伙伴有在帮忙推广，有这样等于是做背书这样子，也让大家能够放心。那今天我也参与这个行动。观众仪式由着天籁列车的执行长代表观众，国际扶轮3470地区代表来收证，未来将提供вн甲南地区符合资格民众，拢会用申请观众的免费助听器，甲着听力的检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